来有一对男女共走入去高雄拉玛社国中露营过暝，但是明明防疫期间学校有来打禁止进入的公告，但是打做一打，因根本就无咧插配。大批网友来谴责，讲这对男女无甲礼貌炸出门。 后来敢是去翕到一位查某囡仔穿运动衫，摕一个大牌仔行伫教室外口。所来一位查甫佫派一个大牌仔，嘛是穿甲真轻松。原来这对男女到校园内底要来露营。另外一个角度敢是去翕到暗时10点半左右，因伫走廊的一个所在做伙搭棚厝，然后就伫校区内底过暝，一直到过工透早8点外才离开。因露营的所在是伫高雄市那马社区的那马社国中。校方讲，即马因为防疫，校区并无对外开放。校园是禁止开放的，尤其是在防疫期间，我们做了很多的布告跟很多的措施，那就是为了可以保护这边的孩子，师生上下学的安全。在地居民讲，这对男女离开的时阵，互看到，佫讲只是去学校洗面，代志互抛去面册，真侪网友拢来批评。警方讲，安尼行为已经犯法。未经校方许可擅入不听劝阻者，可能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71条，可处新台币6000元以下罚款。即马派出所嘛配合校方进行后续的处理，嘛呼吁民众莫因为一时的欢喜，就替家己惹出官司。